各位觀眾大家好，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將喺5月1日下星期五舉辦5.1浸大中醫日。原本太子、尖沙咀、上環同北角4間診所嘅義診名額已經爆滿，所以學院特意宣布，位於沙田麗城花園嘅新中醫藥診所會喺同日正式試業，並提供免費義診服務。義診當日會免費提供健康諮詢、中醫診斷同治療。應診人士仲可以獲贈2劑基本中藥。服務時間分2段，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半，下午2時半至6時。預約方法由下星期一4月27日開始，可以透過浸大中醫藥學院臨床部預約系統，或者致電26338186預約。新診所主要服務新界東居民，地址係沙田麗城花園。學院表示，今次活動得到明區集團支持，希望讓更多市民親身體驗中醫藥喺預防保健同慢性病管理方面嘅優勢。小提醒，好重要，避免白行一趟，因為係義診，名額有限，強烈建議大家提早喺4月27日起預約，記得帶齊身份證同相關病歷。如有慢性病報告，如果只係想睇普通感冒或者簡單調理，可能唔需要急住去。但如果有長期痛症、消化問題、睡眠差等，呢次係好難得嘅免費機會。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把握今次沙田新診所試業嘅義診，記得預約先去，慳返時間同車費。如果你或者屋企人有需要中醫調理，歡迎睇留言區的地址同預約詳情。多謝大家收聽，記得讚好同訂閱。